弟弟阿爸，祝你55岁生日快乐！今朝从老乡请到2娘在罗大西话差一等家，等了一张台子上吃。白浪汤，还是你生日我请你吃白浪汤啊！我还有面孔走出这扇门的嘞。搿么吃啥家？今朝那个生日223不能吃。啊，侪是地国人真正的宜兴菜家。翻东门来吃自由些的。老年60岁也分担人间水得了汤汤之水。哎哟，这2位阿呆肉啦！那个生日呀，其他么子还没一个肉半个月的。妈，那个是正宗的手嘴菜湖人，味道老灵喽。永远55岁，那个是外公活了老辰光，最欢喜吃个阿呆肉。现在还不生娘，你不能香港，周总啊，阿屌娘舅，叔叔，啊，谁没有呢？被安排啊？有。妈，再来几块5毛呢？太奇怪。明年新光你还吃早啊？那么来上那吃生活，身浪向还不吃饭吃完了对吧？哪办呢？啊，不过我心里我倒不是身子在弄的，而且还不心里我得了前胸贴黑板，倒不是咕咕咕咕的姐。刚怪刚两张是一片错理。啥个错？你看，分好分，你想看，你想看，你想看，你呀，真得得我。哎，一点什么没阿呆。哎呦，想不懂噻。哦，实力不是啃着吧？哎呦，这白。宠坏掉了。你看他的微表情，你一抱他就开心。根本你这我还是跟他管。我不是干，我不是干。对了，点么子你明年还吃什么？这花人下去好吃，老好了。狗血的猪了。原来在头上来我来讲哈，哎不来起来了逼，哎呀，身子呀，没办法。哦，一共20道菜。我把这个包好看看买下个，那么还会有这个年干呢？你讲我肥心太菜，我现在当飞机海姆。100句1323吃2一6，吃得一半，身子一半，年夜饭一毛，生日还一个，年年有余。哇！我一个5整个0个，谁是没本事？来，一张来对公起来不能。我现在来到姐姐的，这个到我啥个差不多。今朝来吃的就是猪肉馅年夜饭。啥吃发扬地风啊？立功饭。嘿，足20道菜，足够10个人吃。刚刚你吃的只不过里向1岁的部分。那么上午来点哪办家？明年呢56岁生日我还吃了。别，说叫包在你后年30岁生日再吃。